长篇评弹《玉蜻蜓》第22回主仆相会，由蒋月泉、姜文兰演唱。顺方初当鹿岗天，500人班内初段是非是鹿岗、巨岗不要紧。两下这个泥汤呀，木工不能木子呀，这个讲的后心一步，背负上初段的苦。现在一听是18克鹿岗天，跟两次一步就，领导。立到手头上，须得2梦一口么干夫女王闺蜜去，刚派几家一起，砰！这个等部跳到岸上嘛，哒哒哒哒奔过来。刚因上的还5心的东西刚当的，来不想想哪只水，哪啥个气力，把人家一样的分困。那么呢，就当不人家谁对上招呼。个把人家棒棒的，刚谁人家掉了，谁东西没害，撩起来一斤耳光，王八蛋！顺方本来叫他比了，不哪个种耳光开了，我们哪里得了？真哒啦啦啦，噗噜噜噜噜，噗噜噜噜，说啥难嘛？身上么子都要。真人归了地板堆里，哒啦啦啦一米楼，噗噜噜一个棒，噗噜噜，灯笼滚出去没山上跟干干。那么顺方还是比你好，上面对着个跟斗，运气的忙给你去，我看明了，总归给他顺水，你批总归是，没忙给你去，木工背的山上来，给到水口，拉一起，往地板堆里的过去。那家是忙闺蜜这个，木工这样山上来，离开起来神经顺水，拉一起水要往后里喉咙，天一分亮，啥人来救呢？木工正好不为了救呢，23命啊出的，还是比你好。现在真跌了沟地板里，2只脚4脚过了当岸了，你要天风困，一个人发推，这只手打不想摆起来。对对，一口嘛，手拿泥汤药，当我鼻子一摇天，我还听我去泥光。哼，我的是的，有了耳胎药啊，你至少打我个耳光。这10派7只泥光当夫，我们就是理了，我要耳胎药了。哎，王八蛋，耳胎药。我问你，你在这儿干什么？一来在这里是狗子要开干。打金。哎，你打金就打金，你为什么哭还要骂人？当你讲狗子呀，可能我有心事，骂人不骂人，我骂讲的。或者3天的辰光，我不哭不骂着，你自个关键我哭得下骂得下，明天早上听来吃点心，该起来接受点心家。对于对哪位人我是是的。哭是我叫你哭，骂是我叫你骂。这个6今天谁叫你打的？鹿岗天呀！哎，顺风山西跑在我开个鹿岗天。也不说你听说给。你不要提了啊！我们床上还有3个人听见。哦，为3个人听见门不声路拉不头，口上去试试看。够哪里？王氏讲对讲呢，你倒要，我不是真心开给。我是一个不当心啊！老皮皮老扒一扒。你为什么要碰一碰啊？那是不当心呀！你为什么要不当心？你别生，你倒要看鹿岗天了，道理要有道理给。什么道理？我们呢？不要去干。半夜3更。我们2个不要，一要嘛，那是鹿岗。慢慢叫。啊！这不离出来手昏的子。半夜3更，半夜3更嘛，一口是鹿岗。做人娘，你还要用最头的，不用最头的还弄不清爽。你这个嘴厉害，王八蛋！啊！半夜3更，夜总15斤，没有6斤。讲不讲人不当当了，你努力的哈。不是方向上出来辰光来，娘搞关键，
随便说大事或小事，小事或富事，吃去人还怎么当日那个？那么哪里？里面骨头让你讨厌，我是皮特子里面老三。你讨厌？看罗岗嘛是有告诉，嘿。为什么大六斤？看到罗岗嘛有道理的。哦，还有道理。哎，有句话你不知晓得个呢？什么话？叫南京不打五斤天。有，这绝对懂的。但还南京不靠五港，刘伯温身上有个风水。南京靠五港，江山摇动要发太平，你得懂的。有这句话。是，刘伯温身上有次风水了，开始五港了，江山摇动的。你们哪个晓得天下是搞山子一港了？江山也要摇动的。我对那个江山疙瘩的了，都没法说不好。那么要南京山开一港了，已经叫你给他上去倒他去。哦。哎，这个上去是也开鹿港，你还听见刚才我阿妹一起，个声音两样。哦。当，个声音也应得南京的。我在远那里。上去是也开鹿港的。王八蛋。南京不打五今天这句说话是天下闻名的。上去看鹿港了，你等外国人也晓得个，外国人都晓得个。哎，一那我中国人到不里不懂，这个18万是真的为的高。你这个最厉害，叽呱叽呱，我讲你不过。真的呀。好，我到船上去问我们大人有没有这句话。你什么农民们，你们王家是个两三问。好。哎，我去问。搿么你日本还什么能个硬往咱们皇帝那个梁上，身旁在海里够话比的，你想拿了出几把子米刷都当个手压皮，你到大人该个辰光是好困的当块活动力，拿了让屁奴硬得了咱们皇帝那个梁上，倘是晓得大人分困的，你个绝我随便拿出够讲，一夜天买起的困那狗地板的牛扑扑，打米刷的再发来起来。刚拍地来拍，到古州浪向，根本来到为山高的商量，你唔商量，你可不起名看，你都在这港头，现在我聪明，10到中仓里，听到这个我生不记的，前地下汪然喂，大人，哦哟，也不厉害，也是呢，这完了，现在。儿子。到此后事，这个岸上的金夫大胆，也是干夫啊，在龙府中，你这个干夫少了头面又搞得俺生了，顶那是当的，谁刚天来到现在也来了哈，金夫必怎样？这个他狂还要骂人，早已与你是狗，他狂他与天日，骂人不是骂你。与你何干？大人，我晓得他哭他有心是骂人不是骂我这个王八蛋，他6今天。我问他你为什么打6今天？他说南京不打5今天，天下闻名，常州打6今天，来的外国人都晓得。哎呀，大人，这个王八蛋最厉害，叽呱叽呱，我讲他不过。大人，你把这个王八蛋送到衙门里重办，请他吃官司去吧。沈君卿一听，切真，这个干夫是我同儿身法。咱们我个同儿就会讲，是讲来的，你听呀。南京不打五军厅，天下闻名，上去看鹿港外国人啊晓得，哎呀还不像，是这样生法。明明让骗的，你家刚拍了，你不讲他不回来问我比，干嘛要帮你还帮你个？这个刚拍已经努力吃没上去已经烫好了，你不知面孔不离为而不发无体。做这个事情，手够真刚，顶一些些，立场，你莫对了，我从电脑产出来嘛病了，嘛黑中国人啊黑，哎呀嘛病啊，哎呀嘛病啊，这还吃别东那个黑中国人啊黑，这是个那个努力一来当兵才吃吧，门里弄东西了不好吃，那是搞什么？不还吃别东西，立天在手上是娘不会开肉。那么那屋子同人懂了的，吃饱了喂，骨头上你他也不够弄的那，谁也弄不懂，你也去干站的呀？哎呀，这个，可地走开嘛，临时到来的那不这样，完了开居民，
我听见是么叫今朝我去门，一打听么哦，木工七八人，那家也气。这次我新安东人的跑队场地头个负责飞起去，去吃点大饼来家家。到一定时候，那么大的副本地再回去，一进去没上机会唱好，我挨到那身上干负责，不喊你听不？现在呀，想起春风一心口，我不小心在这路费之上错了一错，受得什么大事？需要你亲自送办，没有政府什么私有家，还不与我滚出去！炸！要说个江西人太无赖嘛，把酒来带水，并且那两口哪个饭我不要出地的，哪个外地我要外地呢？总归怕我错，看陆家的人不错，也是我错，我怕吃狗鸡。就说江西人雨水炸，太出来嘛，一大堆那帮靠眼的，个石牌扩大难得的，那让雨水炸。神经全可以，那刚配靠眼的，可是你走去哪来问？江德培呀，是那水浪上去，要你向西巴上两钢刀拿出来才是你的时间。李本不为可以，陈爱玲你得不去哪来？我妈也我已经努力请你。是个，本来我要拿干部海在手上门门，还是我懂了，不是我懂了。既然你气这么给人光，咱不是飞起门门天上的道了？对，回来。听见海里走来嘛，江西人像你同名人，可再地帮我看。来看，那么要听到干部的，不就害我走来耍气？大人，我还在。对不起，这阵风哪来绅士？我吃不啊！上了这样越紧，晓得要寻找干部，不就来去问干部上哪伙人做啥？我不理摸一两天，哪个要出气子呀？别干部就去喷个，我吃不啊！其实江西人搿趟来都笨头。干部上然后人那些这个得来讲手最进去的才忘记脱，一个屁的笨蛋吃的一口嘛，干部在牛困那沟里边的为好。哎，你他呀，王八蛋！哪子？你这个王八蛋！大六今天现在我们大人闹得不得了，听上方宝剑要开那个脑袋。哎，这个，可不大你啊！要看你的脑袋。哎呀，你都有，你自己去饼干的呀？现在我们大人问你，你哪里人？那我说啥我人啊？你哪里人？你说你哪里人？你讨厌我说啥我人那些的过？把你妈的拼你哪里人？我怎么知道？哎，说你知道，丫头路河丫头路汉。哦，苏州人。哎，他是苏州人出生的，你不要忘记个丫头路河会忘记。会，大人。这样。金父是苏州人。山东人听，根本我问你走到底不太会，是苏州人，很清楚。今天早，谁不知是为狗手哪一门？神来为神来。我去问啊！你张口别吃不大气。来，金父。你讨厌你来着？我又来的。那。你苏州人呐？哎，苏州人嘛。现在我们大人问你，你苏州哪一门？仓门。仓门。哎。还是大仓门还是小仓门？不给，这一个仓门。城内还是城外？城外。什么地名？不安。哼，王八蛋！你知道？我们大人住在本昂，你的这个小人也还住在本昂。你不是，不能住。不快点吧！你不得，你这不是长水来的，哦，你现在搬到长春来的？哎，长水了。这个本昂不能住啊？不是，不是。这不是配，哎呀，满门了。这啥里多同人是让本昂本人不能住。这个如果本昂只有一个人住嘛，本人还要好的。满门们拉到湖州上回大人。这个金府是苏州仓门啊，大人啊。这个仓门就一个仓门，没有大仓门、小仓门。刚大门搞过开，上来就一个仓门，
省内会是省外？茶门城外这个地名叫本坳。哦。那么我说我们大人住在本坳，你这个小人也好住在本坳。那么金福他说他现在搬到常州来了。马门是的马门，我本来这还是我一个人，这样子我本来是我的个子嘛也好个呀，你不是读高的层，那越来越紧张着，宾客服侍了本来，这样这门一张，谁晓得是我懂而不是我懂的？对不起，这政府姓什么？我去摸。嘿，那个时候男孩子更过分，我比小孩莫着呀，这果然是人呀，人们不信你不点信，有一种人脾气急才，有一种人脾气温柔，有一种人说话快，有一种人慢，有一种人是个，关键啥人做不起，哎，你当我怎样都一口够，那么那句话，有一种人呢，或许抽烟一句，我补一句，也慢慢下来。圣君这么随是呼吸美心，历史是姓什么的为见什么，那刚派邓发机，他一阵阵，那往是奔不动来去奔两到俺们上随便来去奔看，还奔不动，第二天风困的真叫，这两位路不刚那个有镜子，已经偷了偷的，哎，我操你个娘！烦恼不行人，自己心烦恼。说你要的说把那干父没是今天这让路也死，我们来自高浪奔。金福啊，你都要没有来的？我有来的，还有点内外的，我有来的。你做啥？现在大人问你姓什么呢？我昨天也问我姓啊，哎呀，不知昨天也问我自家的姓了，还不是公王姓了，还不是东家的姓喂。三个字。不晓得等人家们落了个心，再去奔你大不高兴。哎，王八蛋啊！你统统讲出来。我才刚起来了。统统讲出来。啊！我来听样子啊，我自家姓方。讲得慢一点。啊！自己姓方。哎。还有。公王姓陆。讲慢一点。啊。公王姓陆啊，还有。唯一我们是东家的姓。嗯，姓什么？可是你倒又不知道还姓开。姓什么？姓么？单独同你一样，跟我们大人一样。哎，姓沈，我反姓我吧，反姓我太厉害了哈。哎，也姓沈。哎，反姓我，反姓我太厉害。这个啊，这个姓倒不要紧。哦，姓倒不要紧。哦，咁么就是。那还要紧，那不要紧，你自家不要。要看哪个运的。你马上要紧是要紧。你自己姓岳。方。不王姓戚。罗。你主人姓跟我们大人一样。哎，你做你总归才会一点点。喂，大人。怎样？奸夫有3个姓。姓什么？他自己姓方。哦。姑方姓陆。他主人的姓嘛。啊。大人，你不要问我，你问你自己吧。少年的那时候比他哩，我是个姓什么？估计等你面孔一白，到底姓什么的好。大人。他主人这个王八蛋也姓沈。哎呀，王八蛋嘞，放到哪个种人？这个懂人一听姓方姓沈方，什么沈方？你自个是姓方，毛带你宾客夫姓你东家的姓，那么可里可呢，别穷得了里头姓啊多特在，乱了让做个名字吧。所以这样姓做名沈方实在2个姓，确定是我懂了。这个当初个公王姓龙么龙不懂，骗起过来，哪用不到门的？写的是懂儿身法，这不够谁可以勾一句？对不起，这军府叫什么名儿？分开那起门，勾一声，刚才分不动。大人，我看你这个名字还是不要问吧。你分不动噻，你单位太年讲，我们顶级业家那分一道，哎。说去分来炸！这实在真的害人啊！那天，为家本推大名，我有来的。哦，你都有那一来的，没喊你没有门上来。现在大人问你，你叫什么名字？王八蛋。哎。你有几个名字？你统统讲出来。我名字啊，我名字只有2个。
道上的名字有2个。哎，2个。你在别人后他做，你来个辰光好不得。别人讲一个姓名字要2、3个，搿18、3个姓名字不就是我难记得了？你来个辰光就慌着。哎，别人好只有2个名字，哪里2个？2个是啊，一个名字叫沈芳。沈芳是2个姓啊。哎，聪明给再改。还有，我一个名字叫陆芳雨游。你像个外国人啊！你没去过陆芳雨游？就嘛。哎，人家的名字3个来，你怎么2个来、4个来？你讨呀。嗯。3个一来了，落地一只上山。2个一来，4个一来，一只女士，中国区门落地没害住啊。实在名字当中我有不罢了，我有女士。2个名字好记，沈芳2个姓，还有一个名字陆芳雨游，我当时讲破忘记了，我记了一句话好。俺外头往往一个学回来说，一个人在那外头做人顶个劲哦，总要多忙四方雨游啊，这个句。里面特别的要陆芳的。喂，大人。怎样？奸夫有2个名字。怎样？2个。一个名字叫沈芳。喂。还有一个名字4方加2方，为让做收入了。陆芳有缘。山东人一听，是的沈芳。别个陆芳雨没弄不懂，哪像外国人那个？好，再到我来门口，什么顺芳啦，上水屋里向摆出子大事体来，啥个事体？来打，将出军锋，对指手上击我打，催门。山东人不三声讲，写得你讲的讲呢，偏寻到顺芳了，你违规在上，切莫将他内坏。打。你会抓个了，答应他22也没忘记的哥哥里，沈冰清关车一上么沈芳半条命，搿上副高台跟着西塔讲，港派里这个2天后心月蹦，而且奔来奔去，奔自己好大声，大概你打到外头去放一个摇椅，我搿班泥他要通通喊起来，说你都快点起来。搿江府马外大人现在听上方北京的沈江府杀江府，那么好这个边泥他叫他一张来起来，你都莫把你的这个4个泥他要是侪是搿辰光讲的了，谁有点讲，沈平清还有4个泥他要，兵部同人叫下来，金江马路你都跟过来吃过，自家都听不懂。那你个同人的2位人是专门上去寻找个干部，那么干部随时有点啥错处嘛，用不到上方北京，搿点是第一上方北京，我来来天上里也要用上方北京，不懂。达到中仓里向一口嘛，沈平清山东人还是搿洋人，上来那一样一个人搿里向高低有了，搿金江马路过来嘛，西诺台上个后嘛跑出阴天亮子。搿一把水节么让身边去么补他一把面一样体力，但你们拍好一杯茶，那么你那半边么加冰龙，水么回来都胖得浪3杯，一样一个泥他要得还2样，刚才你们这位唱，刚才是接到一盆人家出去的，哪也出去，那还本大概打一口么干死的浪翻身，身方没还刚刚走起不走，现在不能走你也想走，你看呀，那也来的。来的，哪也门上来？外去喝的了，我分不懂你为啥门。现在大人不要问你。偏门子。传山见大人走。他一边驴子啊，要听你妈没出来，我妈开始要听干儿子，要出去困一会儿菜啊，你妈去困什么都。走。沈芳一口不这样讲。别真跟我看陆家田里去奔子动人了，到我到树上去，可是真没有走得过。哎呀，好个，大天都先努力，一好嘛忙进地上一个三地瓜，我这边那么几个，我这边那么几个。你不是讲比方你还不急，还要那去么？你去个条水那里真皮浪大。哎呀，把你了，你北京嘛？拎过来嘛分量呢。当，一个屁队奔在给他舞台，不比么魔工匠。
你拿上去，这骨肉压力像那个铁板吹脱的。魔功的亲身功夫和你上去下来，几个一起上去的，一起下来的。现在来水里向拎个大比人了，离这个人一头撇不来噻，这么难了吧？魔功这样在硬吧，我努力飞来回上去，你到你俩铺盖这个。来人，好，跳到手里了。不做应该。进去。你家在，这东西在这边是不得你这个用不到的。顺方这么凶，这个顺方东港，该种这岗地上新安东人的官主，我谢干夫，那该这手上不立足之，还来了让子上追进去啊，不来个。那么哪里白问，白进去问，家门头举了浪子么白，玲珑，不晓得那手头上也摆在手场里，有几就磨起的，这个名堂没也摆上来在地上了，要摆下去太阳，一个人上身重，不当天牛掰在身，身方美得一美。魔功肚子上一样的了，那是俺美。你去蛤蟆里头，这正你屁股上一脚王八蛋，砰一脚，爸爸，你到那不做应该，基本我在那边用来是讲子，我我老龙那不跟我现在做事就要做那几个，这种用上哟害人，两口就老里往一块那是白门上在白切当个当相当，用上你，干哎，走，摆过来。对厂里摆在中场里，一口嘛，两面边浪向好毛头熊，一声。但是你掏要再摆，玲珑，摆过来口气门子一上，手脚都吃了，现在动人手了，哪个能摆？你再摆在动人身上去，也就忙着手摆了一封，唉，妹的。丫头，到这是门洞里刚不定的头，你拉上头，我细的，一妹，写的比刚才之外还是一个三人，几次妹都丫头人，哪里看头子？不，身边竟第二口里打面孔，谁晓得自家使动身法？我这个使动个张气嘛，那就是个对哈不像，来听口。也没读得来，什么弄的刚不行，写起来嘛比刚才之外要行。但还是你冰清一个防音仪，得写出来的呀，哈哈。你说还是？你办到底出来的呀？你拿来估计我来的。金佛是带起头来。谢女人不顾带头。总规矩。但对你种人家出去，不能马上抬头，为你抬头，这不抬头，不顾给，是你否则，不顾给，从灾害两三么的也抬头，就比个魔宫的肚上的样的，再干夫看看实拍啊，不顾给。不听你吃西嘴，你看出对啥？你也硬上的，在江湖背里么带还魔功气，给他家某的这真的背身上一句，留来去2只水拿那个耳朵打个盒子这样的讲得配，王八蛋！我们大人叫你抬头，你就。嘿，一辈子。我们那天顺风21，跟你天上天凶我还，背身上这个脚毛的来听起来那天21，我看看你都不离合自拍的话，拎来了往一讲不他，把你背来了，对，砰一来。沈君清当初金人带下头一口没喊，啊！是盛方，你是谁呀？是啊，哎呦谁呀？
公一口。哪种不讲的，哪种不讲？龙人龙举龙牙去龙子等人的板上来，激发的人的。大家那个刚刚打一支光头人分口气，这个么子真家伙在口出来，该枪的铺盖真该说不出去。刚死人蹲那外头，哪不不想？沈方家，哎呦，谁要是一个人？我哪位排队？哦，我话是一个。啥辰光是我天亮光把那个泥套药，拿一记泥光开上，那么在应该排队东高。谁要？你才身正实，死于风尘。有嘛的你？可你身上当辈子，你早上和上人去做神王做完了。你个谁呀？你做神王到底做个？个光我不怎样给，不做神王封口气去给。哦，不离是都嘛的你？沈先生晓得个，我上岗遇的屋里向当我死特，一下当我死特，沈法。是。向我君臣费神，这个哦，是要你分国家？是啊，您都不相信？哎呦，不相信再讲起发嘴啊！当真费神，这个，那么谁呀？你是人们，你还有本事不到白虎帮我看看？我要看看白虎，上白虎认得出来看得出。我是军情讲，我也做人民说法，这还让你看。二去看来。啊，爸，这白骨这个嘞，我哪看得就是看得出。沈方聪明，因为人这个衣裳才是裁缝师傅有针线眼，出来这个衣裳才用浆这个有针线眼是懂。白骨拿过来银子亮光一看，搿浪才是针线眼。分析，谁呀？啊！你是你是人物？啥个手里跟本来的人？哎呀，谁呀？呼吸的一个巨人浪上丈夫说的，起来用剑。是家子谁呀？沈方立起来，毛巾不必了。沈方是，真是你不在固守，塞上之大惊。哎，谁呀？每天人都改变。那谁要跟你子出门在乡养生经关心都要，人都身方因为毛病不能不是那谁要，与里口白白两个狗跟那谁要出去子不进去天里都围住来说那谁要摇动上岗背带上身，来涛涛听见这个消息哭得不住，谁娘娘听见只哭得死去为文。虽然人都身方一场为病教学死特，运气的来涛涛是非亲子两个对郎中替我不要的事，这点事生命中受背住来。打开这你来真的娘，三娘娘养奴爸爸这个名字叫金八姑，打多养日4千100日。那么来涛涛关键我忽悠的去采不出，因为守住你的规矩，不采汤起些奴不是有1年4季长的不上。我奉命到忽悠的想采不出。就上了满袋的布被掏着脚子水里，菜袋里向贴了一个凤头金草。哎呀，刚才本为这凤头金草，我办到讲的，打李东把弟兄以后，我差些讲到打送封信走去，恐怕口舌无凭，我被他警察不里海里打走去。有些来历史是，历史的海警警察送的。再引怒从经理想出来반对李东武，小将的刚不拉李东武听的，可他警察的忽悠里向坏听起，没是谁是不理谁上。后来这样，那么我想打开罗里为娘娘不想忽悠得了啦，马进队上一起预备去干不来他，第二个听上人得这成就还不少人到林两府里上司看的来追吃，可是队里用了让相处。那么队上一起忽悠里围起来就到白龙里。放到泥网里向欧头有红云，去后红云，哎，骗我不叫弄我这警察听不起，就是不了你娘娘一口说是三娘娘的么子，那是两高头不好，两高头一打一打一出一场在来他们的不容是非，对不出门家去，真样不追，是三娘娘，是三娘娘。
沈冰清聪明，你要是嘎子13娘娘哎，晓得半边的是你他让马上你不肯讲，因为留下来的闲话一定是偶尔的就难听。冰清带半边口口来啊，喂，闭上。不家里太大对仓门大里多，罗中仓门大一大的。这两个人在那里向三个啥子沟通也不沟通，出来是一个路。本人在那困觉，说你个事体不叫大家门模糊。这个甘肃啥人盛芳，盛芳啥人？来当中的还有个姓八个想出来，说是你大人的绝地我人。我今朝支部相位，支部相位吧。跟南府起码里是不是听南安起码里？我跟你我没有，不要紧，我打他一记嘴巴，要是一个人，你看你眼光，看上去就不该滚蛋。那么不搞的，还等那外地小天子，你都让听你想听你都讲点啥？你都不让听。身边亲口见你，他要最开门也门子，是吧？是真样不准。就说你娘娘救命得来，他们那个主人是三娘娘生你狗上不是水贼，我到今朝身份无身法。都来着，也好的，娘不假相信，太太心绪不信。那他都不相信啊！马上喊三娘娘来问，说你到今朝罗大去。三娘娘说：“你三要出门当开起了地上倒出去，你三要进了俺缸里下，搁他今朝了上缸里。那他问我落得来，我说忽悠里讲刚正谁的？那么不还在两个的我发无了。你娘娘在那不必一个主人。是上缸里的今朝哪会在你忽悠里？你个忽悠哪会的通上缸？这句要我伤心的。太太真样发怒。那么来他到相亲之后得不得了？国家人都生发去了，谁听了那三要走的？我有三要那出去我又走在了。可是我又跑回来。那么正在头三要你才出来弄我一顿饭子看着。运气的同娘娘是被钞票在我头帮我吃起来银子放我玉门在嘴。我屋里头在上去这样三年叫中国内国两地里向上第二事情，把他给这个富士龙脊海身上弄去下来，我这里两定就是你里帮里天天寺庙里帮里看，说你要里看是叫我背了，想到那三样，心里难过，一哭一惨经常那种人，看出了感体。那么在那种人办的。军情代理也是那个我不要讲我去的，那顶多吃点苦的，那顶在我了啦，顶要进我个刚才不知呢。风尘比生也。你们三娘娘，三娘娘可能人都出来辰光被他妹子跟我讲，是来他努力寻房，解决房贷金的事。这个9年叫我来是总大要是自然有罪。刚才我顶去的人。那时我不晓得哈，原来嘛我带出来的三娘娘到底呢，他们我不晓得，但还大要是之下，跟你大要那去大要的啥？沈君清的多12夫妻恩爱，听见娘我刚才新王写这么一个起劲用上来，接着喉咙去在海个里想事情，要得分开吃，可能爱心你忙对白过里去。牙齿脑筋绝对要进商家旁一听，为好取得口碑，否则个人都没啥不，身体开了口碑当然不是讲，鼻子口气。顺风一分钱，你搞混他了嘿，从导游是至少有谁，这个是你叫三娘娘是，听他们不回应的，一口，哎呀，这样，哎呀，再来人啊，都你是这个人，我公让听。你想讲的啥你听不听啥？苏州人嘛，苏州人海我讲都夸是比英文还难懂。现在听见还大人洗头这么离开，这里要找这门上当一张么两扇门绑起开，大道理想看见大人说讲么模块要好，一根子里个洞里要分在你在洗头的。大夫，王八蛋，你这个嘴真厉害。不要是我讲你不。鸡瓜，把我们大人说死了你！来日的13人第2道命。大人啊，醒醒！大人啊，
这个王八蛋说话第二小不能听他，大人啊，他是苏州人，你不要听他。你懂你俺是苏州人。哎呀，我忘记了，你从怪不怪郁闷的？看民众，外上国家开来开始啊，我见胸口的路耳朵不比海么生病情语语苏醒，作孽。先走来第一句，呀，风水。三爷，你是搞白送三爷。好了，不过你他也定心，口上去讲讲自己，是吧？三爷，你别难过，是搞身体白送。这个三爷，你上港女的少年剧呢？那么这今朝是第三年了，还人都龙不听上。这话你是不懂。我里向山当我西洋上讲，与人相聚。刚才不能听见，还听我切正我刚才白死，老是个脾气，那用不到娘说个关到的房里收起来，娘家的身上难不应该治不通该，老是马上要生气，你脾气就好固执，不就几乎好改天用白周期，大的亲子不高，老早细头。是吧？是。今日方遇到襄阳。我分别之时三年举谋房，他开箱取出金钗子，家破我外头思想子，他让我对了，他是的学动对上定亲恩娘。拿下一斗上家风到街，人与相聚着绿灯望。三爷，你与人聚是把那个大王，大王是这女人讲话，那你这女把那个大王聚个讲盛饭啊？吃出来内气神神。不，三爷别个说，我是推荐长不个大哥。我觉得来这个我爱那一句，是不难听那就是这样子的，盛饭。哎，口记得在山当走地门的外，有一个自己好算分外让我与他为草之神随家履带哇哦，谁是他？想到在，就是到那两高头，在后区的面前金龟生毒药。那山堂高上三举过门前，围着一堆人，里向个长头帮与别人搞在手里吃饱子听你吃上午。是啊。你叫我到你去违章个1、2年的噻，我就是你啊。是啊。我立即来声明讲，这是你个恩公啊。那么现在帮你这个大王们哪里？我在日吕家庄子上名吕
边送信之门，想一只红队警察关这里打出来，因为碰到强盗，看见警察和相信是我关这里，罗里想着的里的数据，但还个封信去特特这个封信里不够上门，该不然我里向一把胸部送离衙门里去。等那他在里下一张比例，三亚飞死，警察一个没得让互相衙里坏子呢，本来就这个。把金钗抛进花园里，被你身法失去再有这是俺一桩事体，那还得都是告诉夫人我空真逢过来与你待，拿下风啊天举一个人呀，我这女儿不义气呀白目，空着空，这份恩与子可听恩呀，令人儿气不得该上。夫人啊，待我一年什么为进出，要把你的一若公用之地往诚心的表击败方，最等的一年人们罪名枉然，当然是个八方们社会和带都是的呢。不过八方下方才是家，你刚才死的中关口，是我帮你们那边也跟我走去，警察也弄弄明白，那么多身方大到屋里像永远的要风体一样。